咱就先开了哈，咱来先开第一章，咱要对第一节，咱要来上合看到第八节哈。第一节看到第八节，耶稣基督的启示就是上帝赐予伊，叫伊将的确要赶紧紧成就的代志指示伊的真仆人。伊就差遣使者晓录伊的仆人约翰，约翰便将上帝道甲耶稣基督的见证，凡家己所看去，拢证明出来。读这个册顶有言的，甲迄位听去，佮遵守其中所记载，拢是有福的，因为日期近了。约翰写批予亚细亚的7个教会，但愿迄个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上帝，甲伊宝座前的7灵，并迄个诚实做见证的，对时来头先国活，为世长君王元首的耶稣基督，有恩惠平安归乎恁。伊听咱应家己的血，互咱脱离罪恶。佮互咱正做人，做伊的爸上帝的祭司，但愿荣耀权能归乎伊，直到永远。阿门。看，伊坐云降临，目要看去伊，念册伊的人也要看去伊，会长的万族拢要因为伊来哀号。伊的话是真实的。阿门。第八节。拄上帝讲，我是阿拉法，我是欧米伽，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所以今仔咱要看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八节。第一节到第八节是讲到什么啊？是讲到全本的启示录的这个叫做伊的什么 introduction 还是伊的引言伊的言。所以咱看这的时阵咱看咱的原目，第一到第八节序言就是全本册会开始的这个文言。第一节到第三节呢，又讲几落项代志讲到这本册的名称、伊的来源、伊的目的、伊的性质、伊的作者、伊的读者、启示的方法，甲读启示录的重要所以第一到第三节有讲到一撮物件，然后第四节到第八节是讲伊写批予7个教会的引言。启示录虽然咱顶2礼拜咱有讲看，咱有讲过讲伊是一本叫做启示文学启示的文学，伊也是一本叫做预言的册伊也是一本是讲说一张的书信就是到新约保罗在所写的书信有相作用所以伊有讲到谁写，然后伊要写予谁然后伫册内面咱看到毋但有预言，伊也有一个教导的物件伫内面所以咱头先咱来看，就是来看本册伊的名叫做什么通常咱的圣经咱的圣经的名亲像创世纪，咱创世纪咱出埃及记原来就是按希伯来文的圣经的头一个字通常因就是摕伊个头一个头一句当做圣经的名称所以这本是叫做启示录就是耶稣基督的启示耶稣基督的启示这又讲到3方面讲到3方面。头一方面就是这个启示这个启示是属于基督的因为是耶稣基督的是属伊的因为这是上帝咱怎么读的圣经在讲是上帝赐予伊
啊，然後這個啟示啊，雖然是屬耶穌基督嘅啊，這個啟示啊，也是論到耶穌基督啊。有時陣咱啟示啊，咱收到嘅啟示，欠債啟示，辦項物件啊，有真濟物件，但是這本冊啊，講到這個啟示啊，是屬於主啊，是論到耶穌基督啊，也是關乎耶穌基督。伊將來嘅榮耀甲伊嘅權能啊，甲伊榮耀甲伊嘅權能啊，然後第三就是這個啟示啊，也是借着耶穌基督，互咱知嘅也是借着耶穌基督。所以三方面啊，啟示是屬乎屬乎基督嘅啊，因為是上帝予伊啊，也是啟示嘅內容啊，就是論到耶穌基督啊，將來嘅榮耀甲權能啊，然後。伊也是借着耶穌基督啊，將這個啟示啊，按遐來分出來啊。當然啟示啊，恁在記入未啊？啟示什麼意思啊？啟示嘅意思啊是顯開啊，所以有一個物件冚咧啊，然後你甲伊顯開啊，通知影，互人知影。聖經內面有真多嘅啟示啊，上帝啊，聖經有法人講規本聖經啊。有真多嘅啟示落來，但是佇這個第一節啊，講到耶穌基督嘅啟示嘅時陣，這個啟示是單數這個是啟示是單數，但啊，因為講一項嘅啊，就是講到主耶穌基督主耶穌基督伊要過來，伊嘅榮耀、權能、伊嘅國度所以這個是講到伊嘅名稱是安尼啊。所以，伊嘅目的是啥物呢？伊嘅目的是講要將來嘅代志指明互人知影，所以互咱知影將來所要發生嘅代志。請咱閣看第一節啊，請咱去看第一、第二節啊，然後我問你一個問題啊，有一個填充題啊，第一、第二節啊，咱看到啟示啊。源頭是佇倒啦，源頭是對上下來嘅，然後伊互基督互上下，然後這個上下再互約翰然後約翰是說這個約翰使徒約翰，伊寫這本冊啊，伊則將這個啟示啊，伊互上下，然後再互咱信徒互咱信徒，所以才有三個你去看第一、第二節啊，啟示錄第一、第一章第一節、第二節你若看賣看，這個啟示啊，是透過上下傳出來是要互上下嘅，所以源頭是上下，透過上下然後傳互上下，就是傳互咱信徒有無第一節？第二節點點啊 ？OK 你有看到無？伊源頭是啥？伊源頭就是上帝天父上帝所以這個啟示伊講聖經講啥物是上帝賜予耶穌基督嘅，所以這個啟示是上帝賜予耶穌基督，然後耶穌基督怎啊互伊僕人天使 ，OK， 要互天使互伊僕人伊僕人特別直接講到約翰然後約翰互啥互七個教會對無？伊講伊要寫批互七個教會所以約翰伊就寫互教會然後教會按遐讀出來的時陣是互信徒，互信徒當然這個物件互咱信徒，所以唔單當初時嘅信徒包括歷年來歷代以來所有嘅信徒信徒然後咱若閣詳細看啟示錄嘅時陣咱會發現講上帝伊嘅啟示伊是耶穌基督是互什麼天使聖經講是互
互天使啊。其实这个天使的原文是使者 ，messenger 啊，使者啊。这个使者是啥啊？有法通讲是天使啊，有法通讲啊。春光说伫第4章的时阵，第4章、第5章，咱会看到讲，约翰伊怎啊得到这个启示啊？天使有教伊讲啊，长老也是有教伊讲话啊，有24个长老，其中有长老啊，然后有主亲自讲话主亲自甲伊讲话啊，然后伫第1章第10节讲，又听到什么大声音嘛？啊，这个声是对谁来的啊？圣经无讲啊，但是有讲有大声，所以啊，有一款无同的方式来启示啊。其实咱若看圣经真重要。我互咱大家有一个观念关于启示是啥物是怎就是启示在是对上帝来的对上帝来上帝将伊的心意将伊所爱人知影的物件，伊就干互伊的仆人，互伊的先知会甲因讲上帝怎互仆人甲先知知影伊的心意？咱若看圣经亚当夏娃的时阵是上帝直接甲伊讲话伯利罕也是上帝直接甲伊讲话然后上帝透过异象是叫做梦上帝对对这个什么撒摩尼也是对梦甲伊讲话还是约瑟也是对梦但以利也是对梦然后上帝也是借着伊的仆人对人来讲话上帝也是伫旧约又叫做什么叫做借着天使还是讲耶和华的使者。所以圣经特别伫创世纪遐，你会看到讲耶和华的使者甲伯利罕讲话所以到底耶和华的使者是一谁呢？有人讲是天使但是当你若看讲因咧讲话之间有时阵讲天使有时阵讲是耶和华本身当耶和华本身，咱知上帝是灵所以无这个身躯无法通看。所以真侪解经家讲这个是主耶稣基督未做人的时阵伊伫遐将变成做人的样式向人来显现过。所以这个是叫做什么？叫做启示啦。所以咱若讲说上帝启示是上帝对伊的仆人讲话然后仆人听了的时阵，个做先知有一个上帝甲讲，你就将我所讲的话，你就该写起来，写做什么？写做圣经所以写做圣经这个方法还是个这家庭是叫做什么？默示啦，英文是叫做 inspiration， 叫做默示。所以上帝对伊的仆人讲真侪话但是无隆重写做圣经啦。有一个写做圣经讲是上帝默示做先知，还是做祭司，还是耶稣徒来写圣经叫做默示。所以伫圣经内面提摩太后书3章16、17节讲伊讲圣经拢是上帝所讲默示的就是这个话默示教训读者互人分辨教导人学义拢是有益的。救赎上帝人得以完全有必行逐样的善事所以圣经是上帝所默示的。什么是默示默示伊原文的意思是切起就是分起是对安尼呼出像咱咧吐气的时阵，咱将气安尼呼出来。意思是讲什么？是上帝的心灵来感动迄个作者，将上帝爱因讲的话该写出来，所以这个是叫做默示所以因为有默示有上帝的默示互先知甲仆人伊甲上帝写出来的时阵袂毋对写出来的时阵袂毋对咱抄来抄去抄落尾也是会毋对，但是咱相信圣经抄的时阵当因写出来的时阵完全对的无误。所以圣经了的时阵当咱人按遐咧来读圣经的时阵上帝就借着伊的话语对咱讲话了。
所以有时阵咱捌听到基督徒讲，哦，我读圣经，上帝对我讲话个，其实这个是叫做什么？是心灵的工作，叫做光照啦。啊，所以启示、默示、光照。啊，英文这个是叫做 revelation、inspiration、illumination。啊，所以这个是三方面的。所以咱会知影讲，哦，上帝的启示。所以现在是这个问题来咯，上帝的启示目前也阁有咧无？啊，现在是上帝是毋是也阁有新的启示？啊，咱相信个上帝的启示哦，到写到启示录的时阵就结束咯。啊，到启示录的时阵就结束个，因为你若看启示，后摆咱若看到罗马章的时阵个，圣经启示录有讲啊，伊讲啥物啊？唔通加添个啊，一本册会啥物啊？有言哦，袂做你加添，袂做你减少个，因为敢若是完全。所以咱相信个是讲说，圣经啊，上帝爱咱知影的。关乎救恩的代志个，已经全本伫圣经内面，所以无新的启示。但是上帝个常常会借着圣经内面的话来感动咱，来光照咱，互咱明白上帝的一个启示个。所以毋是新的启示个，乃是本的启示，但是咱较有法通明白个。啊，所以这个物件啊，这个物件真重要个啊，因为。啊，伫历史以来，伫主耶稣了后的时阵啊，到现在时啊，有真多的异端啊，有真多的异端啊，因就什么啊？因就承认家己讲什么？阮有得到上帝的启示啊，阮有得到上帝的启示啊，甚至应该写出来变做一本因的什么经册啊，甲圣经并盘重要的啊，亲像什么啊？摩门教啊。恁别乡的摩门教去测认无？啊，去点来啊，是去厝内去敲门啊？啊，摩门教是啊，你看到普通计是男的啊，我是捌看到女的，但是较少，因为穿白衫，部落的啊第黄的白衫，然后伊只有挂伊的只有挂一块黑色的牌，细细牌啊，你若该好好你来看伊写啥物啊 ？Elder 啥物名 ？Elder 是啥物长咯？啊，因两个啊，有时阵因会顶摆去卡车啊，然后因会去甲人传福音嘛。啊，这个是摩门教啊。所以伫摩门教内面啊，因有一本册啊，叫做《The Book of Mormon》摩门经啊。啊，因相信啊，讲摩门经啊，是因的发起人啊，叫做 Smith 啊 ，Joseph Smith 啊，伊对这个天使啊。啊，这个天使向伊显现的时阵啊，将上帝要讲的话啊，甲伊讲啊，然后伊甲伊写落来，伊甲伊刻落来，毋是写，伊刻咧啥物啊？伊刻咧一个迄个用金啊，用金创的板啊，看咱像纸帆布的板啊，白都是用金的啊，然后伊就按遐来写了的时阵啊，伊讲做物件隆重互伊啊，互伊了。但是也无人看到看这个物件是啥物啊？然后这个 Joseph Smith 讲，伊就因为写的时阵啊，毋是用英文写Joseph Smith 是美国人啊，所以毋是用英文写，要怎啊？所以啊，这个天使啊就帮助伊啊，该翻译做英文啊，所以这个变做因的摩门经啊。我捌一摆啊，甲摩门教的人来讲话啊，就讲啊，到因的摩门经啊。我就问伊讲，如果圣经的教导啊、记载啊，甲恁的 Book of Mormons 啊，无相同的时阵啊，无相同的时阵啊，恁要怎啊？恁怎啊来决定啊？恁是照恁的摩门经呢，还是照圣经？伊就讲，阮才是照阮的摩门经啊，因为这个 Mormons 啊 ，Book of Mormons 啊，并圣经。意思什么啊？并信经较贵，所以咱知影一拽是什么啊？拽是异端。当然，咱中国啊，也相款啊。最近啊，差不多2礼拜前啊，我有收到这个 Bible 有2-3摆 Bible 啊，讲伫菲律宾啊，菲律宾现主时啊，有对大陆啊，
这个异端啊，已经掠来了。啊，这个异端叫做什么啊？叫做东方闪电，捌听到无？好，东方闪电 ，OK， 东方闪电啊，这个伊是差不多伫90年代啊，伫中国开始啊，开始的时阵啊，伊真侪人就高显主席啊，伊人数真侪，但是啊，伊呢专门咧什么啊？咧关怀叫做基督徒啊，来传因的福音啦。所以若毋是基督徒啊，因无咧去甲伊传啊。若基督徒啊，因会去找因啊，因会去甲因团契啊，参加教会啊，然后伊会看讲基督徒是啥，有啥啊啥啊，然后伊会甲伊招来啊，会教伊读圣经啊。啊，因讲的时阵啊，讲啊一个，因的道理讲啊真水啊，讲啊真水啊。但是伊会慢慢啊，直直带，伊带到落尾，因主要的观念是啥物啊？伊讲主耶稣基督哦，已经来了啦。OK， 圣经讲主耶稣基督要来，伊已经来了啦。然后一位基督哦，是女的基督啦。OK， 是女的基督啦。啊，这个，所以这个东方闪电哦，因的看到做创办人个发起人哦，是一位女子啦，生甜的啦，啊，生甜的。但是啊，真侪人讲毋捌看到伊啦，啊，国家是东方闪电的内面的人毋捌看到伊哦。但是伊有写真侪册个，然后伊讲伊宣称伊就是女的基督啦。啊，当然伊怎样讲呢？伊讲你看启示，你看创世纪啊，创世纪上帝因家己的形象造男造女，对无？所以讲，既然上帝因家己的形象造男造女，上帝啊有男的形象啊，所以伊也是有女的形象啊。可是因为圣经讲啊，伊家己的形象啊。所以啊，伫旧约一段时间啊，是天父上帝的点睛啊，啊，是天父上帝啊。然后到新约的时阵啊，是主耶稣基督来啦。耶稣基督升天了后，是圣灵的点睛啊，啊，就是这个叫做教会的时期啊。然后伫末世的时阵啊，圣经讲基督要过来啊，但是基督第二摆过来的时阵啊，一摆过来啊，伊毋是以男的啊来出现啊。伊是以女的啊，因为上帝啊有男的性，阁有女的性，所以伊就是将人来带去啊。啊，有时阵咱啊，现主时咱办礼物啊，啊，咱伫这个疫情当中哦，咱的聚会，咱夜上计时间啊，伫山顶啊，然后因这个东方闪电啊，因也是创真多的聚会啊，创啊真水啊，真水啊，但是因无用这个名。因用真多的名，其中一个就是啊，全能神啊，全能上帝啊，啊，全能上帝个，所以伊就按遐，就是讲，伊所讲的全物件是上帝互伊的新的启示啊。但是咱若看到讲启示啊，到启示了啊，已经真啊，已经停止了，已经停止了。所以咱要小心嘛，要小心。然后这个。啊，刷落去啊，咱若阁看，伊讲啊，要晓路人啊，要干啊，将必啊，要将必要快成的代志指示伊的正仆人。所以启示啊，讲关于耶稣基督啊，就是伊得要来啊的代志啊，伊得要来的代志。圣经讲必啊，啊，伊的确啊。啊，的确要赶紧成就的代志啊，所以这个是讲啊什么是真确定的，因为圣经啊，上帝讲的话啊，在世是确定讲伊的确会做这样代志啊，然后伊的确要来啊，紧来啊，英文是soon啊，有时阵较早啊，咱咧看夜戏啊，咱讲coming soon，哦，这个一出啊，啊特别来了啊，咱就直直等啊，啊伊个soon偌久啊？有时阵这个真叫啊，真相对性的啊。有时阵伊讲顺啊，等一个你了阁未搬咧啊，吼，所以啊，到底紧你偌紧啊？啊，有时阵咱甲人讲话啊，咱讲哦，我要去恁兜啊，哦，其实啊，哦，特别到咯，特别到咯，
特别狗是偌久叫做特别狗哦？1公里已经也近哦，半公里，还是剩一个怎么样一条街啊？所以讲即款的相对啊，但是上帝啊，伫圣经内面啊，主耶稣基督啊，讲到伊要过来啊，你知影无？伫新约的圣经内面啊，有记载，有言讲主要来的应允啊，有出现380摆啊。新约圣经有380摆讲到主耶稣基督要来，所以伫当初时会真侪人啊，认为讲主耶稣讲伊得要来咯啊，也紧来咯，干安那等无啊？所以亲像伫帖撒罗尼迦的信徒啊，因也是盼望讲会来啊，但是干安那无来啊？伫彼得前书啊、后书，因也是讲说主耶稣要来啊，干那真啊无啊？原来啊，咱就会记得啊，种个先知啊，也是在写圣经的人啊，当上帝互因看到一个异象的时阵啊，有时阵啊，两件代志啊，看起来是伊讲出来的时阵啊，这个原来毋是一件代志啊，原来是两件代志啊。看啊，因为因看啊，从徛真远啊，因咧看两个山，所以你若安尼看过去啊，你这个山，这个小的山甲大的山，看啊，像合做一个啊。所以看啊，像一项代志啊。但是当你行愈近的时阵，你才发现讲，原来这个小的这两个山中头啊，有一个什么真长的时间啦。所以旧约啊，甚至到新约啊，有时阵因咱咧讲到预言的代志啊，因所看起啊，看咱像是一项代志啊。原来啊，因若时间愈近的时阵，咱看讲，原来这个是两项代志啊，然后时间也是真久啊。所以伫彼得后书啊第3章啊，有人啊就问彼得啊讲，你讲主耶稣要来的，你讲主耶稣要来到底是怎啊？当讲要来到即阵，雅各甲顶摆都相像啊，都无动无静啊。所以彼得就伫第8节安尼讲，伊讲亲爱的兄弟啊，有一件代志你毋通袂记得啊，就是主看一日亲像千年，千年亲像一日啊，千年就然后伊讲伊的原因啊，主所应允的也未成就，为人以为伊是，当然啊，其实毋是啊，伊乃是啥？宽容恁啊，宽容恁，因为伊无愿意一个人沉沦，乃愿意逐个人拢悔改。所以主耶稣有上帝的时间啊，甲咱的时间无相同圣经讲上帝看千日亲像一日啊，亲像一年啊。敢若是伊讲要来，那要来啊。其实最第主要是上帝咧干啊宽容，因为伊无爱人沉沦啊，伊爱将福音传遍出去啊，爱更较侪人信主。甚至当咱开始，咱刷落去，咱若看启示录的记载啊，特别到第6章、第6章，到第18章啊，遐有真侪啊，伫世界有真侪的苦难发生啊，临到世上。敢若那上帝那互跩苦难来啊？头一项是要刑罚跩歹人啊，第2项啊，也是要借着跩苦难啊，互人悔改啊，互人敢若醒悟起来，然后悔改啊。归向上帝，所以这个是上帝互咱的这个恩典啊！互咱并毋是刑罚啊，互咱并是要互咱更新啊，要互咱避办家己啊，要互提醒咱。咱的这个疫情啊，已经一年较出了一年较出了所以有时阵讲，有时阵真侪人想讲到底是怎啊？要是。治世会无去啊！敢若上帝呐允准即款的代志发生啊！其实有可能啊，上帝借着安尼啊，是要来纠醒人啊，互人知影讲咱伫世上啊，咱的生命无定着，咱的身躯啊，毋是万能的真细的这个什么啊 ，germs 啊是 virus 啊，这个病毒啊，咱得着啊，咱规个身躯就袂堪日咯。所以啊，一摆的病症啊，一摆的疫情啊，是上帝
诶恩典伫咧叫醒咱啊，所以咱应该着怎啊呢？啊，应该着怎啊？啊，所以咱若阁继续看啊，伫第二节啊，圣经就讲啊，约翰啊，便将上帝的道甲耶稣基督的见证，甲凡家己所看去的，拢证明出来。只有讲到这个启示啊，伊的性质到底是什么？啊，伊的性质伊讲到三方面啊，这个性质啊，三方面啊，这个毋是三项代志啊，乃是一项代志的三方面啊。啊，因为这个启示啊，头一个啊，伊是上帝的道，上帝的话啊，然后伊是什么？耶稣基督的见证啊。因为耶稣基督伊将伊家己的代志讲出来的时阵啊，就是见证伊家己，所以伊的见证啊是什么？真实的、可靠的。然后第三啊，这个启示啊，也是包括约翰所看去，所以约翰伊是敢若亲目看去的做代志啊。当然，上帝是用什么？互伊看到梦啊，还是互伊看到异象，哦，看到真多，伊亲目看去。啊，伊亲耳听去，啊，伊按遐来见证出来。相反，咱基督徒啊，虽然咱无法通亲目看到主耶稣，但是咱有法通听到上帝啊，借着主耶稣互咱伊的启示，咱有法通伫咱的生命当中有法通经历到上帝的真实。所以咱将咱所看去、所知影、所经历的啊，这是咱的见证啊。所以咱也是着甲人讲啊，啊，甲人讲，互人有法通明白，法通看去。所以伫启示录内面啊，看去这个字啊，啊，亲像第二节所讲啊，伊讲凡啊家己所看去的啊，拢证明起来，看去啊，伫启示录内面出现59摆啊，所以出现真侪摆啊，啊，伊是特别是指什么啊？指伊伫异象中所看去啊，啊，较毋是亲目啊来看去啊，乃是什么啊？是异象中异象啊，伊看去啊，然后来讲啊，然后啊，所以这个是圣经内是这个啊启示录内面真重要的啊。伊就讲，若读这个册顶的有言的啊，所以啊，顶2礼拜有讲啊，这本册啊，伊另外这个性质啊真重要，伊是有言啊。啊，所以有言啊，在是会什么呀？会实现啊！啊，有言也未实现啊，这个是叫做什么呀？假先知啊！啊，伫旧约啊，上帝啊真清楚会吩咐以色列人啊。伊讲我有先知若起来啊，讲伊是上帝的先知啊，伊所讲的话啊，若无实现啊，这个人是什么呀？假先知啊！所以你就用石头来干啊，来踢死啊！所以，要怎啊证明讲伊是上帝所册派来的，伊所讲的预言啊，在世会实现啊。所以约翰啊，伊所讲的预言啊，咱目前也阁无看到，但是咱知影这个会实现啊。因为干啊，圣经讲啊，日期近咯啊，这个日期啊，啊，这个日期是什么日期啊？就是主要来的日子近咯啊，就是末世。近咯，伫圣经内面啊，有真多诶什么事啊，来讲啊到这个啊，有的人讲是啊，有讲末世啊，有讲啊耶和华的日子啊，有讲主的日子啊，有讲雅各啊的日子啊，所以有无相的事啊，但是就是讲到什么，当咱的历史啊，行到啊特别近咯啊。伫落马站的时阵啊，啊，这个日子已经近了，所以干呐，伊讲咱着读，咱着啊，一个人咧读，咱着听，然后咱着来遵守啊，咱着来遵守。所以圣经啊，伫遮有法通甲人讲啊，啊，约翰甲咱讲啊，上帝甲伊讲啊，就是讲，互咱有法通看去将来所要发生的一件代志。我毋知影你怎啊？你是毋是也叫做什么？对将来要发生的代志，你真有兴趣无？真侪人真有兴趣啊！所以因会去创啥？会去上命，敢是？
会去相命，看伊的手的魂到底是啥物啊？因为爱知影将来的代志是啥物啊？有时阵看伊的面啊，但是啊，即种所得到的所谓的相命是好啊，是无好啊？是好啊，是歹啊？啊，其实我看到真侪人看去相命了讲毋是真好啊，因为敢若互伊规世人也惊。有人讲哦，你一个节命即分啊，伤真短啊，所以你袂活真久啊。啊，迄讲哎呀，害咯，所以30后岁、40后岁、50后岁啊，就惊咧等啊，特别咱中国人，也毋是讲敢若惊9岁过啊，啊，9岁过啊，所以48岁了的时阵啊，就做50岁啊。59岁就做60岁啊，敢若行还袂过啊，敢若因为即种相命，我捌看到人啊讲相命，讲哎呀，你这个甲你是冲啊，好，甲你是冲啊，所以你就该干啊，好人啊，啊，真趣味啊！我就一个人啊，伊咧叫伊老爸啊，叫伊阿叔啊，我就讲敢若你若叫你敢是你若爸，敢若你若叫伊阿叔啊？伊讲毋知哦。我说细汉，伊就叫我就叫伊阿叔咯，哦，啊，伊个囡仔就10岁迄年啊，啊，就当学生啊，所以讲我毋知啊，就是叫阿叔。后来我问，哦，原来啊，因为伊去相命，伊人来讲啊，你一个囡仔甲你会冲啊，所以伊袂你就什么拨家帮嘛，还是啥物？哦，所以你袂出去叫老爸爸妈妈，你就叫阿叔阿婶嘛。有时阵我想咧，哎呀，对迄个囡仔，伊的心会怎啊？伊的心态会怎啊？伊咧长大的时阵，伊头一个伊袂明白，伊讲，阮老爸老母是无听我，还是我是曲的啊？还是我是破的啊？哦，所以真侪时阵啊，心灵去干呐袂平衡啊。所以我讲啊，敢若要去相信即种相命的人。我记得啊，咱的一个长老啊，建华长老啊，伊常常咧甲人讲话，伊就讲啊，你知影无？啊，若讲较到在相命，伊讲你要改命无？你要过你的命无？啊，伊讲哈，人讲啊，你敢是信主基督徒，敢有咧过命诶？伊讲有啊，哦，怎啊过命？啊，有人讲伊命也歹，讲你怎过啊？啊，你信耶稣啊？耶稣会改变你的命啊，会互你的命如何啊？啊，我讲啊对啊，即款的传福音的方式真好啊！啊，人大家个嘛爱过命啊，有诶讲你就退切，就创啥，大家人要创啊，顶奇怪的讲你信耶稣就你的命就过，有诶人佫无要吼啊，所以我主帮助咱啊，互咱知影将来啊，并毋是互咱惊，然后咱对圣经。上帝互咱知影的将来，互咱备办心啊，将来要去倒来啊！所以咱读启示录啊，毋通读了愈惊，但是读了愈干呐，愈喜乐啊，充满着干呐，讲啊，上帝的恩典啊，实在真大啊！所以啊，这个是第1节到第3节啊，啊，第4节开始到第8节啊，伊是写互小亚细亚的7个教会啊。干若是啊，伊是也讲啊，伊讲约翰写批互亚细亚的7个教会，请问伫亚细亚孤单当初是孤单7个教会尔嘛？啊，孤单7个教会尔嘛？啊，其实毋是啊，啊，所以你若看这7个教会是啥物啊？啊，你若看圣经有讲啊，伊讲这7个教会啊，就是叫做以弗所。啊，然后士梅那、别加摩、推拉、撒迪、腓立铁灰、甲罗底加。其实当初是也有哥罗西的教会，也是伫遮附近啊。也有一个教会啊，但是咱若孤单这7间教会啊，咱也知影圣经啊，对7真特别伫启示录这个7伫全本性伫启示录内面出现52摆代表完全就是代表因7
7个教会啊，来代表规个历史历代以来所有的教会。但是另外一个啊，就是因为这7个所在啊，是罗马帝国的时阵啊，伊有真大的怎么样路啊，看咱像咱的高速公路啊，所以然后人咧分配的时阵啊，就是行这个啊。所以你看，按以弗所开始啊，你若直直行到罗底加，搁翻来以弗所啊，所以拄好是一个什么啊？所拄好是一个遗传啊，遗传啊。当然，这本启示录啊，主要是写给7个教会，但是唔单单7个教会，是要给真兄弟姊妹啊，是要给真教会。咱怎啊知影？因为伫圣经内面啊，伫第2章第7节、第11节、17节、2章第9节、3章第6节、13节、22节啊，有叫讲一句话啊，圣灵向真教会所讲的话是咩？凡啊有耳的就应当听。所以咱知影讲一本册啊的信息啊，是要互咱每一位啊，互信主的人，咱有盼望；互无信主的人，可以我能知影讲，若无将来所要发生的代志，主耶稣基督来的时阵，伊会审判世界，所以就紧按遐来相信主来紧按遐来相信主所以伊讲，然后啊，约翰啊，伊就伫遐来形容啊，伊讲但愿第4节啊，但愿迄个石在、金在以后永在的上帝甲伊宝座前的7灵，并迄个诚实做见证的，对死来头生国活为世上君王元首的耶稣基督有恩惠平安归乎恁。所以这是伊的祝福啊。所以祝福的时阵啊，伊用三位一体上帝三位一体。伊圣父啊，伊讲伊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啊。咱会记得啦，伫出埃及记的时阵啊，摩西问上帝讲上帝啊，阮若去甲以色列人讲上帝要将恁带出来啊。伊若问我讲上帝你什么名？我要怎样讲啊？我要怎样讲你是什么名？上帝甲讲伊的名叫做什么？只有应有的上帝只有应有的上帝I am that I am 你若照伊的理翻起来是，我就是我。我就是我，意思是什么？伊是对永恒到永恒的，伊就是上帝。然后伊讲到圣灵啊，圣灵伊伫遮，伊形容，伊怎形容呢？伊讲甲伊宝座前的7灵。我毋知影你读了的时阵你会想讲，到底这7灵是什么会记得是7灵毋是7个灵毋是7个灵所以这是指什么呀？这就是代表完满代表完全的这个圣灵伫启示录讲到伊是7灵是干那，因为伊是指伊是7个教会中运行的圣灵所以你若看咱刷落去咱若看第2章、第3章讲到7个教会，咱看到圣灵伫因中间咧运行然后圣灵会功用。伫无相的教会，无相的功用，但是拢一个灵。然后有一家解经家讲，敢若咱用7灵因为伊讲到这个灵的7方面的7个功能这个功能是什么？是记载伫以赛亚书第11章第2节以赛亚书11章2节但是有的人讲说看咱像真牵强唱起剧。像个将这个给拖咧遐，看咱像甲无真向的遐是讲到耶和华的灵有智慧聪明的灵有什么的灵就是伊讲到心灵的7方面但是主要咱就是讲主要7是代表这个什么完全的数目完全数目。然后第三讲到圣经耶稣伊是诚实的见证人所以讲到伊是头先
对死内面国外啊，这是讲到一定歹啊，对死内国外啊，然后为西将君王元首啊，伊要做万王的王，万主的主，这是讲到将来啊，啊，主耶稣伫将来的时阵，伊会做万王的王，万主的主。啊，然后伊刷落去，伊佫讲啊，伊讲伊是听咱的啊，啊，伊听咱应该嘅法，互咱发离罪恶啊。耶稣拯救咱啊！这个拯救，这个耶稣听咱啊！啊，伊是用什么？继续无停的听，唔是顶摆听咱就无咯，是继续无停到一阵啊，有缘来听咱啊。然后伊拯救咱，当然这个拯救是第时拯救啊。当伊第十字架顶为咱死的时阵啊，伊拯救咱啊。但是啊，虽然是过去开始啊，但是也阁未完全啊。啊，也阁未完整。啊，伫希腊文啊、希伯来啊、希腊文内面啊，因有一款的用法啊，啊，毋是毋但啊，嗰只 past tense 啊，过去式嘅啊，是 present tense， 啊是啊现今的啊，啊是将来啊，因个一个是啥物啊？过去啊发生的啊，但是到目前啊，也阁咧进行啊，甚至会进行到后摆啊，啊，因有一款的讲法啊。所以这个脱离罪啊，就是安尼。所以啊，原来甲人讲啊，伫罗马书也是甲人讲啊，上帝啊会拯救啊，毋但啊拯救咱未信主的时阵拯救咱，甚至讲啊到咱做基督徒啊，上帝有愿咧拯救咱。看啊，啊有几落项啊？头一项是对罪啊，过去咱所犯的罪，所有的罪疚啊，啊是罪恶感啊，上帝按遐赦免了，然后脱现主时啊，咱活咧时阵是脱离罪的关系，互咱有法通赢过罪啊，有法通干罪讲无要啊，因有来我有法通赢过。然后第三是将来啊脱离罪的刑罚，所以信主的来的人啊，将来啊伫白色大宝座的审判的时阵啊，咱无需要伫遐审判，因为干呐，咱已经脱离了将来的罪的刑罚啊，因为主耶稣为咱担当啊，毋但安尼啊，咱会伊救咱脱离罪啊，伊也要救咱脱离咱的这个什么败坏的身躯啊，所以咱这个败坏的身躯啊，咱也阁未得救啊，第时要得救啊，咱的灵魂得救啊，咱的身躯第时要得救啊，一日啊，当咱离开世间的时阵啊，咱的身躯啊，咱的灵魂会到天堂去啊，到主耶稣基督第二摆过来的时阵啊，圣经讲咱会敢若有第二摆的国啊，咱的身躯啊就要完全哦，就要完，所以这个是将来的这个得救啊，甚至保罗我讲啊，毋但咱人会得救啊，世界啊，相反啊，也是会得救啊，因为世界啊，人犯罪了后，规个世界啊是伫咒诅内面啊，咒诅内面啊，所以讲。啊，伫创世纪啊，伊讲什么？对啊，会生出一个什么欺骗来？所以原来啊，对未受咒诅的时阵啊，无欺骗啊，所以逐项是真水啊。现主是啊，世界有真侪真乱的代志啊，啊有地震的代志啊，啊有海啸的代志啊，啊即遮啊，遮个是因为罪带来的什么咒诅？将来啊，遮一切啊。也是要无去啊！啊，因为咱要更新啊，有一个新天新地啊，更加重要啊！伊刷落去，圣经佫刷落去，甲咱讲啥物啊？互咱诚做国民啊，咱诚做上帝的国民啊！啊，咱伫世上啊，咱逐摆也真注重咱是啥物国的人啊？好，你若做国民啊，你有啥物啊？你有一个 privilege 啊，啊，你有权利啊！亲像啊，伫菲律宾啊，哦，知影真好是啥物啊？恁若60岁的时阵，有法通摕着咩 ？Senior card 啊！哇，这全啊，真侪国家无安尼 Senior card 啊，菲律宾啊，Senior card 真好用啊，真好用啊！但是咱兼且真侪人毋知影 ，Senior card 啊是孤单互啥啊？互国民人啊！你若毋是菲律宾的国籍啊，你无法通享受啦。所以我60岁的时阵啊，真侪人讲哦，牧师啊，你即阵有法通 senior card， 我讲我无 senior card 啊，因为我毋是非籍啦啊。
伊讲袂啊，你去创看卖啊，去问看卖啊，去问伊讲无，你着摕你的 birth certificate。哦，那无就是无咯啊，无就是无咯。所以有时阵有一家，你若摕你的 government 的 ID， 伊有法通互你啊，有伊会互你啊，有一家无啊。我记得几年前，2年前无啊，未啊，2019年，阮有一个朋友啊，阮的会友啊，对于美国的会友啊，又来菲律宾啊，所以来菲律宾，我就甲伊去马卡地去揾啊。我就甲伊去看个阿亚拉莫啦，阿亚拉 museum， 我唔知你捌去看到无？阿亚水啊，就是菲律宾一个历史啊，阿亚拉 museum。所以讲去徛的时阵啊，哇，你要把那入门票啊，伊就问阮啊，讲你有 senior card 无？我就讲有是有啊，但阮唔是非籍啊。阮做朋友啊，是对美国来啊。伊讲啊，会做得啦，会做得啦。目屎你有 ID 啊，你摕来啊，阮有法通互你。我讲哦，都袂歹啊，但是无大家皆是安尼啊。所以你若国民啊，你有迄个权利啊。所以你做天国的国民，你有啥物 discount 无？咱做天国的国民啊，我想到一个真好的啊，咱有 life insurance， 保人寿啊，啥是保人寿啊？因为国家咱离开世界，咱也阁是活咧啊，迄个才是真正的保人寿啊，国免逐年敢若来纳啊，国免逐年来纳啊，咱就记得啦，咱的风险毋是咧纳财啊，咱的风险是咱的感恩啊，所以上帝互咱啊，其实咱做上帝的国民啊，真有真多的什么权利，但是有的人孤单想到权利啊，袂记得伊的什么责任啦，咱做菲律宾人，菲律宾的国民哦，咱也有责任啊。咱这个责任是什么？选举啦。我知真侪中国人无爱去选啦，选爱无爱啊，选来选去我知。这个是咱的什么？咱的责任啊，咱要去做，然后咱就把啦什么 tax 啊，这个是咱的责任。咱讲伫菲律宾真艰苦啊，我知啊，就特别真侪生理人啊，真头疼啊，真艰苦啊。但是咱有一个责任，咱就做。咱是不是有责任？和咱的菲律宾的国家更较好势，这个是咱的责任。所以咱唔能享受，咱也是有责任。天国咱享受，咱有是责任嘛。刷落去，伊个讲什么？咱也是祭司啊！原来你也是祭司哦。伊讲这个祭司是什么？伊讲国互咱行做国民，咱是隆重啊。然后做预备上帝祭司。所以你是不是祭司啊？你是不是祭司啊？祭司是咧创啥呀？献祭咱献感恩的祭献祭，祈祷咱祈祷。所以有的基督徒若要祈祷咱就请啥啊？请牧师来祈祷啦那传道人无算的我讲哎呀，你若无人，教会也无人来探。我讲无人来探，阮的同工倒去啊！有啊，但是无牧师来的，所以也阁无生效其实每一个人，每一个会友，咱就是祭司，咱就是代表上帝，代表教会，咱的祈祷有功效的。我伫美国牧会的时阵把一个人我会友来做个牧师我代志你替我祈祷我讲会做你啦，替你祈祷。我讲你家己有祈祷无？伊讲我讲你着祈祷，上帝听你的祈祷。伊讲无啦，牧师祷告的功力比较高你的功力更较贵啊。我讲这个看咱是武侠小说，都讲你的功力偌济。我毋是，逐个人拢是重要，上帝拢是听，因为咱隆重拢是上帝的祭司所以你有法通替人祈祷，因为你是祭司；你有法通将人带到上帝面头前，因为你是祭司；你有法通将上帝带到人的面头前，因为你也是祭司。OK， 所以咱今仔就是咱讲到第6节咱讲到第6节所以希望咱有法通对启示了慢慢来看，讲上帝
到底将来为咱备办的什么啊？所以即阵咱有爱，你若有啥物物件爱问的，咱会做你来问个吼。但是请你了将你的 microphone 来开开，咱才有法通听。